นี่จ้า米來自豐足嘅綠感，聽人愛向下旅行，拔開木竹，打開耳弓，用屁股殺麻身體留心，只有感受米嘅人事物。其實我一年都會來美濃，可能2-3擺。但係特別來美濃嘅時節，大體就會來做表演，也係講同聲音嘅教唱歌安尼。2擺做得有機會安尼坐喺巴士，安尼繞美濃，天天嘅巴士安尼，天天嘅時可能14張、14色安尼，這都感覺講，倆啲天內還蠻偏。或者說看到這樣子一望無際這種高屏溪衝擊出來這種平庸，真是視線是可以看得很遠，一望無際的視野幫你車頭講心情都開闊。謝謝大家，謝謝，拜拜。就让他当律师。睇過然後。美女，希望下到呀，我嚟到一日咧。你下旅行都好嚟到美濃，也係。我哋咧美濃嘅拍肉蘿蔔，大家介紹一下，一蘿蔔咧入嘅。全部攏做得用嘅菜，也可以做到安尼蘿蔔麵，可以醃製蘿蔔，哦，過嚟做蘿蔔，過嚟炒菜煮湯，哦，煲湯一度全部都蠻好食。所以講安尼美濃咧，拍肉蘿蔔咧最有名嘅。今日唔嚟到也係咧嚟關心安尼拍肉蘿蔔嘛。我拄好。行過也順頭，我看到很多啲無行，我就好奇想看很多做嘛嘅。看到蘿蔔，今日還有蘿蔔好幫忙。喲，很貴多哦。做得同我去幫忙。做得，那一下我就帶女兒哦哈。好嚟，女兒哦。我當表模落菜園也當表模落田咧。細細時節啦，就要聽聽阿爸所錯，因為特別阿爸要耕種嘛。兩下嘅感覺啦，細細時節。其實真是東北向陽，兩腳踏地內風，樹苗都粗，也係講樹苗都落起嚟，嗰種手感還是在。雖然講今日開始嘅時間一條冇啦，7擺涼涼，但係做些做等嘅就開始熱起來咧，那一種暖是會幫你車到講，哇，好像。會很舒服的融化在這個天奶紅。你看，一個按到拍肉蘿蔔啦，一條半半的拍肉蘿蔔。你看有這麼，你看那條，你睇，哎，有這麼，超安醬呢。謝謝呢。哦，你看，一個蘿蔔呢，就按到一最標準呢，就按拍，哦，一模八八。188就表示講有本重嘅色，重嘅有色就過5毛。一槍一個蘿蔔咧，
嚟做安尼腌制萝卜quay好，哦，像一头就嚟做萝萝皮，也quay好，哦，做萝萝皮，个萝皮丝，萝皮丝一头，哦。那我们现在准备要去装箱。好。聽到唔好酷爽嘅嚇，哦，唔好酷爽嘅，哦，呀你起來就你你推一下嚇。好。啊你開咧咩安靜？看到就懂好食嘅。係，我也嘅另外扛，也嘅另外用推扛嚇。嗰也按樣做啊，佢按樣做啊。先。熱頭細個，細邊絲白軟軟，啊用鹽菜，係會出水，啊過後用同時扛落嚟，扛一輪，如果出水，一扛叫扛必見黃色，啊嗱用水洗過，嗱切嚟洗，就按到蘿蔔苗嘅，就完成啦，好，咁唔一定係，我哋拿推一下。一下我哋準備來食飯了哦。好。啊，我給你介紹一下，吼，一個文公飯吼，割禾飯啦。啊，一個文公呢，一個歷史悠久，一個很多鐵線文公。一頭擺亞馬人的時節就已經開始用一種文公，我很細時節冇用一種文公，有很多鐵線文公。一個文化已經幾久嘅東西保留啊，都叫冇簡單吼。一個文公飯當初呢，就會割禾飯的時間呢。就是一種飯，但是也有菜，哦，也有今日呢，一個拍肉蘿蔔來夾半塊，也就按照醃製的，哦，來你試試以後。拿啲樹紅種飯了到鐵線碗啦，吼，唐總太哥也有講，掠係歷史嘅東西啊，就可能也個阿太。流傳下來嘅，嗱鐵線碗呢，拿啲樹紅佢冇掠下新嘅肥嘅，做到講哦，按有功也係講按強，嗰種佢拿啲樹紅嘅時間給予一種很沉的重量感。其實用以形容兩種重量感，很多扶手，就是那個扶是趴在手上的那個意思，佢就按呢規底嘅碗。總點飯就按你好像趴着一樣，就這樣坐在你的手中間，給那種重量感，給那種沉的感覺，係本人車到講失敗粗粗，唔係講動浪，但係那一種粗糙的手感，其實愛上江中人他都了解忘嘅時間啦，就江中人嘅手下粗，好粗看看的，但係拿得了解忘，佢就係一種自家辛苦汗流墨落換來一碗飯嘅種感覺。鐵線碗底度嘅嗰種深色的嗰種線紋啊，做肥嘅跟人工兩隻很多冰裂紋，比嘅面當有上一層釉藥燒製之後冷卻收縮的時候，自然出現一些別開來嘅地方。嘅唔係種透油啦，吼種茶呀，吼也像安尼也係用別嘅色咖啡，嘅叫嘅呢就會出現一種鐵線，但係我見唔見張地度哦，面容也係講客家人啊。老倆按到鐵線碗，我出到啲係一張清香嘅名。山歌來中啊來啊，心就了開呀。
老师你好。在按落去按酱的什么呀？你好，老师，你刚刚做了用火配啊做嘅，还要做乜嘅呀？这种搞的，迄面有四个万兔，四个万兔，嘿，了有四只脚，四只脚，一万兔，也个嘛一万兔，所以你看，也本来迄一支切咧，切嘿，我就该行变玩呢，要好吃嘛，想要教嘛，做得本来好一下嘛。要叫福利哦。好啊。好来，没问题，来，要保做不愁。好。容易点，好，赞哦，可以哦。安尼好诶，安尼好诶，安尼好诶，哦，拿起来，哦，变白的吼，哦，好棒，好棒哦。讲给弧度呢。安尼，哎，老师，啊，你等下好好用要被砸空嘅。也个都有功能嘅，你有看到吗？弯啊，椅子是弯的，买也同买呀，我也要买。这个窝下去的地方，我们就给它这样子凹一下，哦，要不然凹一下，哎，凹一下，嘿呐。老师同道嘅工具都自家发明的吼，像这片嘅啊，係啊，這個上呀，上可能一樣嚟做，因為一個村經營的工作室啊，啊嘛冇工廠做一個工具本來，冇有個工具天數，我實在也冇辦法啦，唔免捱買啦，迄嘛下擺有啲時節吼，我一個上到辦法。來，行啊，拿掉了一個，愛做扁平衣啊。哦呀，也個強的做好誒，就愛電的也是個編織的部分，就扁平衣啊。都也會穿起來，翹開來，都也會穿起來，用個嘴抹鼻痕，抹個咧。好，安尼，一個菜，一個結頭嘅包起來，包起來，安尼，包入去安尼菜。那個雜點就唔會鬆嘿，啦。哎呀，也雜樹嘛，也雜樹，哎，邊用力，安尼菜。好，安尼多安尼菜，一直層的等我來穩。好。來哦，很認真哦。老師要聽呢，有冇濕濕呢？啊，浸水當做得用嗎？係啊，冇浸水做唔得啦。冇浸水硬唔可以唔看見冇浸水嘅硬，咁樣做啊。誒，有樣式咯。做得嗎？這樣我有哦，認真哦啊，給你掌聲，拍手。先生會教，阿媽很聰明啦，一教就會。三皮哦，看好哦，人哋三皮，人哋來有三皮。三皮上，三皮下。哦，聰明哦，好聰明。我一種清晨嘅就係一陣咧嗬要炒嘅，師不炒嘅嗰張面，然後擺儂瓦餅嗰張面，就講呢兩張面咧夾嘅。實用性冇咁樣嘛，因為師傅炒料就會支撐重量要沉重，故所以就要非常嘅堅固、貼撇嘅編織嘅方式。我就同先生學到一種很多菱形的編法，就會三條上、三條下、三條上、三條下呢，互相壓料的編織嘅方式，就會編出一個非常美觀而且耐重嘅一種蛋的面。擺儂呢，擺儂嘅編法就好南洋風哦，就會講
爱留空的，安尼这样透戏嘛。所以这种一条松一条下，一条松一条下，这种紧致型的编法就轻适合每种嘅部分啦。来这都讲哇，一种甜甜的眼泪有暗多嘅细节而估到，就会讲暗多嘅细节，这样做出一种甜甜的来，这都哇，切莫简单。甜甜先生。学了甜意按用板做以后呢，先生佢啲幅度啊，佢有一隻特別嘅講法係講闽南傳統甜意啦。當好奇啊，嗰種我啲都嘅後尾一看到我行卡非常的驚豔，就看到佢嘅結構，我相信某一張闽南料片嘅師傅有學過哇建築結構學呀嘛嘅。但係呢，跟每一條甜呢作為嘅支撐結構，就像樹一樣嘅，該粗嘅地方佢就會粗嘅，該幼嘅地方佢就會幼嘅，真是本嘅同等嘅看起來非常非常嘅優雅。啲我哋南部啊，除咗有也手工做嘅那種甜嘅編織，還有手工做嘅榻榻米面當嘅粗尺，同樣也係編織嘅感覺嘅東西啊。師傅，你要帶係乜嘅東西？哦，一個都叫做粗帶。粗帶。講客都講粗帶。粗帶，你係乜嘅？講好就講潮帶，一個都禾棍做嘅。禾棍。用禾棍去壓嘅。哦，嗰時候就割禾之後，啲禾嘅就豎起全部都禾棍，哦。往前推，好。啊，這個時時要注意這條，跟着走做，甜嫩線，好。看起來是很輕鬆啦。看起來是。那個手勢哈，做手勢不要彎來彎去，你就固定一個地方啊，就往前推這樣子，好這樣子，就這樣。好，今日吃下嚟。師傅，你都會用隻豎起吼？輕輕的推，輕輕的推。今日甜甜師傅啊，在切嘅粗帶嘅時節啦。家己都會動力啊！本來老豆講應該冇按困難吧，因為我頭建築那個時間，我也有做過模型啊，接做。我對自己做模型的手工還蠻有自信的。我也係一刀過去，好，該斷的紙板就斷。不過今日我安尼吃啊，不管係面檔嘅成粗尺也好，底下嘅粗帶也好，真是冇按該做。做模型嘅經驗就會，該直的線就要直。就是這樣子，你做嘅東西，這種力道才會出來。你加工力與美嘛，其實這種力道會產生一種美感。剛才都講哇，今日看到師傅切嘅榻榻米嘅時間，這就係一種力道，這就帶出來一種美感。用抓人那個皮。手墊子啊，就會拄定嘅鋼身嘅出東西，這樣擦了。我們這個穿線哦，不用眼睛看的呢。不用眼睛看。只要你知道這朝哪一個方向，手自己會找。
师傅，一生人都俩做榻榻米，应该穿了哦，几多条线呢？好像地球要绕好几圈哦。地球绕好几圈哦。对啊。这字我做嘛个？拖地啊。哦，啲布嘅大下就熟嚟。黑毛嘅层次，我用。黑毛大下黑毛嘅層次。我知道吼，我冇硬槍啊。哦。伊拖地到佢都甲講硬槍啊。底下嘅軌道。哦。軌道佢喺底下停定下咧。當然停唔下，呢邊條咧撈唔出啦。鎖條。機器查到頭裏邊也係要用手工來數邊啦，吼。我要數。現在頭先的米啊，那個數比很無所謂。幫係啦。等查好嘅先呢，拗正了。拗正了，反面咧，面都變正了。嘅吼，冇嘅都安尼演啦。演就冇講。咁啊。呀，迄個啊，有4塊榻榻米，有一塊，啊，全部都演，啊，有些人會師傅啊。這個哦，你看這一塊的哈，這一塊，哎呀，有演戲，有球舔出來。這個有一個。有球舔嘞。球舔。要不然師傅講，人家都怪師傅呀。你講啊，意思講各條唔講，要各一定要講。要先嚟按硬長安尼過來，各邊講嘛。夾類啊夾，
看美感，要有美感，吼，美感。两边嘛的垂直，安尼90度，两边嘛安尼吼，它先来我是安排。佢设计嘅世界也有讲到，佢对榻榻米嗰种标准，就会佢面当嘅日本同新草嘅编织嘅痕迹啊，外侧、壁侧，还有嘅包边嘅世界、书边嘅世界、切嘅世界，每一张面都会垂直的。书边嘅世界呢，凹转来两条线呢，也是硬长嘅，两条线呢是硬死嘅，就会它每一个转角就是利落的，它每包一个边就是非常清楚，一堆贴附管那里。不说那一种该直角就是直角那种东西，我知道讲，基本用鬼脑来形容，但是我知道讲，哇，它就会一种爽快。泰哥，安怎？安要做？安怎就会做啥啊？你俩都会做嘛个？我来看香蕉有包嘛。做嘛要包起来啊？安尼包起来吼，香蕉要切好酱。咁安尼，也个香蕉人做得参观一下冇？做得，欢迎。泰哥，我看岐山一chung有动到香蕉园系冇？岐山quay大。哦，佢係講頭擺多咧，係一直都有按到香蕉嘛？岐山咧吼，氣候啊吼，怕好好種起來啲香蕉啊吼，說起來口感quite好啦。細細時間我要請教老我爸爸扶台。種你種喺花，你先摘起來。佢係花。我先嚟睇。好。兩片咧，佢唔可以，佢只能唔怕。好。2、3、4、5、6、7。你條嘅香蕉唔係過長啊吼。有問過。加過鮮，過矮。你種嘅吼，嘢都唔好留太多。係。太多香蕉很一般吼，見冬天很慢啊。嘢睇過慢，時間咧，搞佢叫割起啦。把咩要剁起去？香蕉類剁起。差唔多7、8都做得啦。好，我攞板凳。細。好，安尼就做得。嗰呢邊係要乜嘅蔬菜做地、副片做地去行嘅。阿婆咖啡。阿婆咖啡。我哋沙琪啊，要開咖啡糖。做乜人到阿婆咖啡啊？要阿婆泡呀。好啊，嘅安尼我等下就做地嚟。冇想到講，平常時間你去到咖啡店、咖啡堂，都會講小姐，我要乜雞，小姐我要點乜雞。但係呢，今日去到按貼片一間咖啡堂，我睇見小姐全部都係7、80歲嘅阿媽。平常時想講50、60歲咧、60、70歲咧，應該就會退休嘅年紀，對不？卡土順咧啊，也係講時間蠻耐去行嘅看看咧。冇想到，哇！
谢，来，请喝咖阿啡。姨，谢谢沈梦怡。哇！我来这杯给你喝，谢谢阿姨。再来一杯给你。来，阿姨强下啉，偏爱啉一下咖啡。太感人了。本來我老到，倆三位阿姨都係行業，可能那邊細個來起山啊，個所謂講客。但係呢，設定咖啡搭最久嘅時間，我才發現到，佢哋全部都係好多人，但係因為佢哋生活地度啊，會接觸到特別細個來起山帶嘅講開了嘅行業，故所。加減學一些咧，加減講一些咧，因為我出到語言係一撮橋，我知道用班搭呢個橋，我知道用班行過呢個橋，其實你就做得到，能夠偏嘅人交通來學人嘅語言，你係一件動針做嘅事情。啲咖啡堂佬阿姨家到鄉下來食咖啡嘅時節啦，家到也有人嚟講。我解一下吼，做得起嘅陳木貨房嗰片行嘅，嗰片我有做麵線哦。太哥你好，你好，太哥你哋係做乜嘅？俺做傳統嘅麵線啦，哦，手工麵線。係你下麵線掉到呢片係做乜嘅？愛曬啊，曬罩啊。哦，嘅唔係變到呢片曬痕係愛。我睇不雞片咯，雞要木湯啊，下發啊。我做得田腳阿姨嘛，啊，做得田數哈。好。太公娘那邊做麵線做幾久的呀？雞上擺我二個吼，雞19歲到今朝30-40年有嘅啦。30-40年有嘅哦。雞上擺做雞手工嘅啊。係。雞手工哦做，都冇雞啊天咁多啊，都該用啊呐。嘅安尼麵線安尼曬啊，無糖麵粉安尼曬要曬幾久啊？哦，該每天啊，該看日頭啦，啊看該溫度濕度啊。你若個從該冷天啊，就東北季風，記錄合腳走啊。即吼，咱啊麵線吼，有打無打你訂望外口有無？你若訂咧定訂袂落吼，伊就是表示打。啊，打是干咱外口即個打爾，你咱內底中間你甲望啊，佫淡淡，好無？哦，有呢。嘿，啊，這你就愛等，算講外口要等咱內底要收的時陣哦，愛擱處理，哦，較袂迄哦。伊算講你若傷淡，收起來伊會歹啊。
哎，你好。大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片嘿马街地方啊？壁台。壁台。嘿，起山的壁台。笔筒嘅笔。杯子底。哦，杯子底。嘿，壁台。笔袋。泰国人带两片哦。挑过带俩。哦，两片系萝卜。嘿，萝卜。呀，萝卜。泰国两片嘅石嘅洞贴片咧，我忙是看过安高水嘅石诶。100年前哈，大陆的设计师来设计的啊，所以这整个老古厝它100年历史。哇。对。做得，地位做得看看的嘛。对啦，欢迎。谢谢。我们这边以前的那个神明哈，方位是在左厅，因为古老的客家庄哈，它是大厅是那个欢迎客人，因为客家是很好客的一个民族，是，对，神明在左边。那当初就是因为屋顶漏水了，把神明暂请到这边来，然后维修好之后，要把神明请回去，在宝贝的时候，神明他可能在这边住的喜欢，他就不回去了这样。那所以，我们的那个公妈天是在正方的后面，所以我们可能未来就是慢慢的在跟神明那个沟通，看他愿不愿意回他原来的位置这样。我自家印象啦，因为韩式时节带啲阿公萝卜火房嘛，上下烟嘅火房就讲，虽然讲堂下真神嘅部分也係較過一些嘅。不過也冇過到像陳家火房安尼，我所以就會當好奇100年前我去掠動物嘅時節，啲主人到底係乜嘢用嘅信件咯？以前哈，在隱川堂下面那邊哈，有一個剛前面看到那個開張聖王，以前是被供在上面，然後有一個座，對，在上面為什麼擺那麼高？因為偷偷拜，因為日據時代他只能拜觀音，他不能拜其他神明。所以它前面有一個觀音菩薩把它擋住，所以以前老一輩他們講說要爬到很高去拜拜，要偷拜拜，因為都很虔誠啊，就是自己的那個王公這樣所以這邊裡面是這個建築裡面最主要也是最精華的地方周邊也有一些古物可以參觀一下。但係寶米老陳太哥講法嘅時節，佢人係少嘅兩隻火房嘅歷史文化嘅時節啦。佢人係講佢出到佢人問吼，係寶米將搶引來挖過，寶米將搶引來修復啦。佢出到嘅做得冇好，對佢來講嘅石用到太牛咧，太強烈咧。嗰所佢想，我都係想啊。佢想要看到嘅石，係唔係較樸拙一點，帶有時間、帶有歷史嘅感覺，就係一種100年嘅時間經過咧。嗰所嘅本來可能強烈嘅石，也會變到有時間經過嘅味道。1三年啲成個火房地都行來行去，看來看去嘅時節，也係一座100年前就土嘅片嘅一隻屋，一隻屋卡，佢地方有棟多嘅行過嘅腳跡，棟多嘅命過嘅壁，棟多嘅錯過嘅可能。落停定嘅用啲嘅片，嗰個棟棟人嘅靈魂，棟棟人嘅氣味啦，味道留啲地度。忽然間我就聽到角，唔知乜嘅東西敲定嘅聲，我就開始尋，後面咧我就開始想，敢會啲腦杯，敢會啲和糖，嗰時呢。送佢一扇門，又送佢一扇門，照出來嘅時間，我發現到，嗰時嘅我想講哇，我行一批火房嘅時間係民國幾年，咁佢我穿越時空，
来做另外一个无共样嘅时间。幾什麼？我只有講唔啲幾個嘅時間，嚟到落時嘅滅後。今日去嗰件所謂東島嘅黑膠唱片唱盤啦嘅音響室嘅時節啦，就會出到講哇，作為一個做音樂嘅人，一唱起踏入去一件包袱，也係講千有錢嘅一個遠航嘅種感覺，踏入去我會出到一個真好嘅。香蕉出阿公诶，阿公跳摆出种香蕉诶。那伊记得吼，伊出种诶香蕉，以后呢，就过来给香蕉去买呢。啊，一大拖拉库，啊，伊出单下去买个香蕉，去岐山买香蕉。一大拖拉库出抢买个5000元。规拖拉库抢买个5000元。伊做诶半年抢买5000元诶。香蕉的價錢按法按我冇乜概念啊。不過伊出公園時陣，佢包紅包本來咪，伊包紅包本來都包到差唔多9100元啊。係啊，兩拖拉庫咁係啊，伊出過上來咩？啊，所以個香蕉出來，我出就是想要說好紀念我阿公這樣子，所以就香蕉。那黑椒出來媽媽跳白出喺中國廣播公司做主持人。伊嗰度創過一年哈，創過一年出唱片，伊就會拿一張來俾我媽媽，媽媽就會給保留下來。主要也全部差不多有5000張唱片哦。所以媽媽第1978年到1997年。1978到1997哦，安樣呀？我24年嘞。咁安呢？你媽媽將老家黑膠一種一種帶轉來美濃那邊。係啊，所以那時候他離開中廣嘛，按到啲唱片冇地方空，他看演出開跳起嚟去咩？我媽媽捨不得。哦。唔到1990以後，各種演出聽這個 CD， 有個黑膠唱片冇嘢可以聽。黑膠保密有一部嘅時間，睇下彈嘅嘛卡帶嘛。對，同個時期啦，保密。對，我記得 CD 出來冇幾久呢，其實都要差唔多30年聽的。對，沒錯啊。1986第一張 CD 滾石出的。係哦。回聲啊，也有唔過咧，也係黑嘅黑膠黑唱片，係。嗰陣時搞得還蠻外面很多 CD， 很多鐳射唱片。哦。唔過咧，整個 CD 的這個產業又。網絡嘅啊，網絡嘅。MP3，他搞一台 MP3。唔過一下點到就會黑膠的風潮又吹到進來。因為有個老唱片哈，野嗓哈，非常特別，非常讓人感覺身臨其境。真的沒有辦法取代。對，沒有辦法取代。對，為什麼也會按？
由黑翻红回来。啊。头发香的是春光，赤脚踏水行雾梦。呢一件就係阿公傳下來嘅路喎。我哋一件吼做條白顏料。呢一件。嘿，顏料做條白，日本人咩搞顏料。鸦片面容的行业哦，中央的咩，俺的面容鸦片哦，中央的中亚规划，对，所以我们以前有烟叶王国的美誉。不过是我記得啲面容嘅天橋行啦，看到上次看到顏料係很加高呢。俺本來也懂顏料哈，真是貴高誒，是那種大阪式的顏料，不過好像是不知道2004年哪一個颱風就把它吹垮了。对，当他把这个老烟楼吹垮之后，我才有那个警觉心，说我必须要回来修这个老房子。要不然你行一年岐山老面農，看到山那個形寬，水嘅流泛，天橋比如說重重的樹樣，還有腰坡的山當邊。日本話講薩托亞嘛，了就時候就會講啲離山，按那個自然環境地度，呢種生活地度有動多嘅滿足到爽爽，刺眼嘅感覺，呢就會南方鐵油嘅颱風老吃菜。